有大陆第一名模封号的周伟彤来到台湾宣传他的性感写真集。这一位26岁的名模不但有天使脸孔，还有34E的丰满上围，更是网络图片搜寻人气第1名。周伟彤因为有着清新脱俗的气质，被大陆媒体封为是大陆版的林志玲，到底像不像呢？请您自己一块来看看。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，大陆第一名模周伟彤跨海到台湾推出写真集，一张张照片有青春阳光，也有性感野艳。我特别喜欢吃盐酥鸡啊，我都已经放弃身材了，要狂吃一顿。爱吃不怕胖，肯定让广大女性超羡慕。周伟彤清新脱俗的气质，被大陆媒体称为陆版林志玲。论年纪，26岁的周伟彤要喊志玲姐姐一声前辈，但出道10年的她，论资历和林志玲不分上下。记者会上，周伟彤走了一段台步，但伸展台太小，加上礼服过长，和志玲姐姐走秀时的驾轻就熟相比，周伟彤确实走得小心翼翼。其实志玲姐真的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一个 model， 我喜欢她的是她的就是为人处事，还有她自己的温文儒雅的那种性格，还有她的感觉，都是我学习的对象。所以让我跟她比较的话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幸运。能和台湾第一名模相提并论，周伟彤说自己很荣幸。其实2位美女的确有交集，一起合演过电影《决战杀马镇》。周伟彤欣赏林志玲的亲切和认真的工作态度。接下来，周伟彤全心往大荧幕发展，还想出唱片。大陆版林志玲期待自己能当个全方位艺人。